高兴啊！今天我们就是知道最近这个疫情相当严重，那大家都有知道，在这个手语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，欢迎李老师到我们今天的跟我们一起来做个趣味的小互动。OK， 老师，我们几个挑战，我们知道你是手语界非常有经验的人，那你有信心吗？我试试看。谢谢老师。手语大挑战，让我们看下去。那老师，我们第一关是这个绕口令啊。好，绕口令。那绕口令可能对我们来说有点复杂，那老师听的时候可能也是很困难，也有可能我们讲的不清楚啊。那我们第一题就来了。好，牛郎恋刘娘，刘娘恋牛郎，牛郎年年念刘娘，刘娘年年恋牛郎。主持人是不是念太慢？郎恋娘来，娘恋郎。好，那么简单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，快点。好，所以是2、2、3，来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这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更快。好，那老师，我们这个手语很多字，它不是表示字面上的意思，是翻译它的原文章里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表意不表字。对，表意不表字。那老师，你有撩过妹吗？我有没有撩过妹？你应该问我们帮龙朋友对，帮翻译的时候撩过妹？没有，没有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来挑战几个。好，第一个，要是你不怕麻烦的话，那就麻烦你跟我在一起吧。老师有中吗？中了，是不是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再试一个好了。好，猜猜看，我的心脏在哪边？不是左边，是你那边。哎，这样有好一点吗？好，好一点是不是 ？OK， 那网络用语你有熟吗？还可以。网络用语还熟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先简单试几个。好，那旋转大概就是晃点窟窿的意思。哦，老师你自己加了一点表情哦。老师你刚刚自己加了一点表情进去。好，那再来下一个，咖啡话就是胡言乱语、乱讲话的意思。我看老师感觉表现得非常了解网络这个时代的用语。那我来一个长的，吃嘴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讲而已。讲而已。好，来，小朋友不用这么吃嘴，话术都一堆，当我塑胶就对了，咖啡话也一堆，要这么嚣张，我也是笑笑，不要在那边 FB 嚣张。老师，你感觉有那个小屁孩很凶的那个感觉都比出来了。好，老师，那你知道勾机是什么意思吗？勾机比对。那熊市嘞？股市的熊市。股市的熊市，熊市是往下跌。这不是字，这我想那老师不会打熊市，不会，会打那个熊，再打那个市。字面上的话是这样打，那如果照语义它是跌的。OK， 了解。那我们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我们大考验成功，谢谢神奇老师，谢谢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学手语最困难的是，事实上是你的母语要很强，那你要知道从文字转成立体的画面，那这个过程的转变，你要花很多时间，因为你要把文字图像化。那我讲的母语要很强，是你的中文的解读能力不能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要整句话有办法转成像个动画、像个立体的画面出来。那这个需要很长的实务练习，这个最困难。我这么讲哈，家人不是反对，家人是默认，就是他也没有办法怎么样啊。他当然有他的期待，这个我都清楚。那我的同学基本上是很支持我这样的工作，因为我从大学我就开始在玩手语，他们都知道。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你怎么可以拿它当饭吃？所以一路以来，他们在工作上比我有很多很好的成就，他永远就是默默的支持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路的发展，就是因为有家人跟我这些朋友的支持，让我不会觉得我自己很突兀，或者是对自己有一些不该有的看待。我觉得再往前推一下，不是只有当工作，我就把它当志业在做了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好的境遇，像我这样子可以一路从最基层的学习到露到台面上面，到做系统的开发，这个都是人生很难得的一个机遇啦。那我觉得我应该好好把握，就是说不管我的背景如何，至少在这个角色上面可以多发挥一点。谢谢。